所以给议员蔡议员补充完了以后，议员您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两句话？蔡议员，我们现任的蔡议员啊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现任的蔡议员为大家请他问安啊。划过来，陈主委、陈将军，陈将军嘛委员啦吼，总管加一哦，咱这个吼，咱这党部，咱的副主委、正副主委，好，局长、王局长，蒋万义，我真快乐来参加今天的聚会。最近，我们党的杜本会也好，到乡下去开说明会也好，有一个特色，有一个特色啦，什么特色？足平，这个参加，咱在国民党咧选举时阵，足平，不知啦。当然，无。一部分是受了年龄改革的影响，一部分是民众资料不好，各方认为国民党这个市长选举会赢。咱我爱参加议员会，定定咧顾问会讲来讲去，即嘛无像咱早讲，顾问会了会当食偌好个，上个食几啊片，有一啊片。是拢会感觉，但是大家喜欢来参加，大家拢对不起。民进党无好，台湾袂好；民进党不倒，台湾会倒。咱提供最近的风力采购，先进国家拢在这边，你两箍瓜尔，咱一人用枪5箍瓜，一差高1000亿，这是其中一项尔。就在卖货，谢谢。那你核电哪里批了？不要补3000亿，那你核方面要采广告，这是你上去英国有咩难咩？咱知影机械啊、车好是愈古愈歹愈安全，上真的上好是便宜哦。所以最近有人卡车2线程的欧多拜，政府你敢禁止？居然你的以此多的民怨。对起来讲，国民党这个阿扁，这个无买一套票。即摆人咧讲哦，蔡英文是国民党的机会，我感觉唔是安尼，是因家己做无好，无咱有机会对不对？咱来先来比较较强嘛，咱来家己爱先知影咱是要要战争，咱是为着咱后代子孙，我有民主党来台湾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咱前补个长话。那作者国民党集团当初要来去，前面来去国民党去老师，迄阵的政策是怎？你体育制度是安尼，到你半分无共，咱这样的体育赶快，伊讲应该有该，他为什么不改劳工？是了，水果疫情涨价，伊免甲补贴，伊个是嘛是咧保伊平哦。咱有人来提前度咱的未来，咱这下应该来高速公路手，谁有机会我不证你听，谁有机会？虽然咱有不利的因素，要城市整合，目前无成功啦吼，无成功。可是城市建民的方面，还咱整合成功，咱台湾人咧双标是要挖大片。刚才这顾问把双票对倒，咱大家咱基本上3成多的选票，换人的选票3成多，咱睇哦，最近有一个他妈的哦，什么讲科技不来给哦，引起风，足是少年人、老人、中人，哪讲啊？你讲个民调，我想民调，咱两个人不整个成功，对看到咧他妈的，我就没有讲。所以你这么讲，这里反对不停，我怕我对不吧？如何？阿哥阿扁支持联合主席。
民进党就分咧三个，对民调啊接近，包括咱强势化，咱高速路线慢慢咧变，咱会当成功，我相信有机会啦吼。啊，今仔的出现，我想咱已经咧厝边呢个较早安尼，厝边都较早咧处理交通边，伊若做好咱来讲，即马总是你来讲吼，如果你可能不是比你代表，我到前摆去吼。 到乡下去，很多人打民间用这个做大呀，这个比较早动作这个卖，必须有这个声音。这个咱有机会高速路去来动算，伊动算看你，你大家话你摕水牛票，水交民众票哦，高速路有机会。我只会拜托大家啦吼，当然在条有我，各条你选领导啦吼。 在台湾这个陈主任，中经理有人中经理新兴中正比较支持吼，国民党有人去选，你去选。啊，我就表示，议员大家知影，我两个拢基在将今日在国民党争取变社团业，像咱的房屋税降低，何在说明咱家己的所有政府的台式换送、重点基础建设，我们都努力在争取。 我们希望大家给我们多支持啊！哈，张世平跟蔡英文，你党国民党有很少人就会想，请大家多支持。新丰里有一个卢树香啊，哈，你看上面算有力量，有谁里长，有没有议员？不然哈，干脆，你刚才讲啊，那我会想不要很多人来了，我不要讲太多，大家认识我们也好，有5000万人。 从这里毛发电视，我咧写房屋税，从民众以为咧写房屋税，民进党很多我写的，我讲过，拢招数不对咯，走出镜头，招数不对，上就有名。啊，咱有一个细节，大家知影啥？你咧甲拍头，如果拍受伤，我甲其他知影讲招数不对，一个细节安尼不然民进党，跟一个管球的律师就细节。 你当然去了哈，拢招数不对，袂清嘅。民进党的人成功的机会，走出枪口的很多呢，议员选的蛮多的呢。哦，一个什么钱啊？你怎么钱啊？哦，啊，一个讲什么话啦？吼，大家啦吼，我讲爸爸去讲清话，啊，你讲讲清话，对其是招数不对，党上来，做不来党派呢？你出钱来招数不对。 走出枪口的人，你就照片名，而且谈意见还能过，你比较。